好，講完咁多理論、咁多警號、咁多心理分析，而家係最落地嘅部分。我知道好多人睇完一條教育片會有10分鐘嘅感動，然後生活繼續，全部忘記。所以今日唔係叫你記住所有嘢，係叫你記住呢份清單，將佢截圖 print 出嚟貼喺雪櫃度都得。因為下次你或者你身邊嘅人考慮投資嘅時候，呢份清單係你最實用嘅武器。第一部分，投資前必做5件事，唔係做完先投資，係做完先考慮投資。第一件事，揾一個同個項目冇關係嘅獨立律師睇合約，唔係對方介紹嗰個，唔係朋友介紹嗰個，係你自己上網揾，然後自己去見嗰個。呢一點非常重要。對方介紹個律師，利益係同對方一致嘅，唔係同你一致。你要嘅係真正企喺你一邊嘅人。可能你心入邊有個疑問，個合約淨係幾張紙啫，俾幾千蚊律師費睇幾張紙，係咪唔抵啊？呢個問題問得好，但係你要明白，份合約係幾張紙，但係張紙背後綁住嘅係你幾十萬、幾百萬嘅積蓄。呢幾張紙入邊可能藏住一條你睇唔明嘅條款，講明你永遠唔可以退股；可能藏住一句你忽略咗嘅說話，令你有義務無限追加資金；可能藏住一個保密條款，令你蝕咗錢都唔敢出聲。幾張紙係可以令你輸幾百萬嘅。所以正確嘅問題咧，唔係幾千蚊睇幾張紙抵唔抵，係幾千蚊保護我幾百萬積蓄抵唔抵？答案係非常抵，而且律師費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貴。香港獨立律師審閱一般合約收費通常係3000至2萬蚊左右，視乎合約複雜程度。簡單合約3000至7000蚊，複雜合約先會去到2萬蚊。你投資幾十萬、幾百萬，3000至2萬蚊嘅律師費係整個投資金額嘅0點幾個百分點。睇完合約，律師話你知有問題，你可以唔入，慳翻幾十萬、幾百萬。睇完合約，律師話冇問題，你入得更加安心。兩種情況，律師費都係值回票價嘅。記住揾律師之前，要求對方提供書面報價單，列明收費包括咩，唔包括咩，仲要留意有冇額外雜費，例如文件查冊費或者影印費。律師樓嘅影印費同一般文具鋪爭好遠。香港普通文具鋪影印都係2蚊至4蚊港幣一張，但係律師樓嘅收費就完全唔同。畢竟律師幫你影印，人哋要讀完大學，仲要考到執業試先做得㗎。相反，文具鋪啲職員通常讀完中學就出嚟做嘢，甚至中學都未必畢業，所以成本當然唔同啦。另外，香港嘅文件查冊費用一般係幾十蚊，不過律師樓嘅查冊費又係另一回事，同街外價爭好遠嘅。係，所以一定要逐項問清楚詳細價錢，拎埋份報價單先好決定。而家要講一個非常重要嘅警號，當你話想揾律師睇合約嘅時候，留意對方嘅反應。正常嘅投資項目對你揾律師嘅反應係好㗎，應該嘅，有咩問題隨時問我哋。但係有問題嘅投資項目，對方嘅反應係完全唔同嘅。佢哋可能係咁話你，揾律師唔使啦，份合約咁簡單，你自己睇下就得㗎啦。其實佢係話我唔想你睇得太清楚。佢哋可能會咁講，律師費咁貴，使乜嘥呢筆錢呢？其實佢係話我想你覺得揾律師唔抵，等我可以繼續呃你。佢哋或者會咁講，你用嚟俾律師費嘅錢，不如投落個項目，回報仲高過律師費幾倍。其實佢係話，我想將你最後一道防線變成我嘅收入。佢哋亦可能會咁講，你唔信我哋咩？我哋合作咗咁耐，你點解要揾律師？其實佢係話，我想用情感綁架你，令你唔敢堅持。佢哋亦都可能會咁講，其他股東都冇揾律師，得你一個咁麻煩。其實佢係話，我想用群體壓力令你覺得自己係咪太煩，甚至會講個 project 好快就開始㗎啦，你一定要而家簽咗佢。如果遲咗，蘇州過後冇艇搭。記住，任何人阻止你揾獨立律師，無論用咩理由，無論講得幾合理幾好聽，呢個本身就係最大嘅警號。正規嘅投資唔怕你揾律師，唔想你揾律師嘅係因為律師會發現佢哋唔想你發現嘅嘢。仲有一個心理陷阱要特別小心，律師費不如投落個項目回報更高，呢句係特別陰險嘅一句，因為佢係將你嘅保護費變成佢嘅投資額。律師費係保險費，唔係投資。你買火險唔係因為你預計間屋會燒，係因為萬一燒咗你有保障。
律師費係一樣嘅道理，唔係話個項目一定有問題，係萬一有問題，你有保障。所以下次有人阻止你揾律師，你唔需要解釋，唔需要爭辯，只需要記住一句話：越係唔想你揾律師嘅人，你越係要揾，因為正常嘅人唔會怕你做盡職審查㗎。第二件事，問清楚退股機制，要白紙黑字寫喺合約入邊，唔係口頭承諾，唔係放心，到時一定搞得掂，係清清楚楚寫明幾時可以退股，用咩方式退股，退股嘅條件係咩？如果對方唔肯寫落合約，你就知道呢個承諾係唔值錢嘅。第三件事，要求睇完整嘅財務報告，唔係摘要，唔係 highlights， 係完整版。如果你自己睇唔明，請一個會計師幫你睇。會計師費同律師費一樣，係值得嘅投資。如果對方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提供完整財務資料，呢個就係答案啦，唔需要再問落去。第四件事，自己做功課，了解清楚個項目、個公司同埋負責人嘅背景。Google 係你嘅朋友 ，Google 間公司名、Google 負責人個名、Google 睇有冇負面新聞、有冇投訴記錄、有冇法律糾紛。唔好偷懶啦，因為呢幾個 Google Search 可能係你人生最值錢嘅幾個 Search。第五件事，問自己一條最重要嘅問題：如果呢個項目完全失敗，我可唔可以接受呢個損失？如果答案係唔可以接受，唔好入。如果你需要靠呢個投資回報先可以維持生活，唔好入。投資嘅錢係真係輸得起嘅閒錢先好入，唔係救命錢，唔係退休金，唔係仔女教育基金。第二部分，你入股之後仲有啲嘢要定期做。入咗股唔係終點，係開始。每一季主動要求一份詳細嘅財務更新報告，唔係等對方主動話你知，係你主動追問。如果對方係每次都要你催，或者提供嘅資料越嚟越模糊，呢個係警號。每一次股東會盡量出席，就算你唔係地產專業，就算你覺得自己問唔到咩有質素嘅問題，出現本身就係一種監督。同時同其他股東保持聯絡，唔係八卦，係因為大家互通消息，先可以更早發現問題。一個人嘅觀察有限，一班人嘅觀察加埋一齊，係一個非常有效嘅預警系統。第三部分，感覺唔對路，即刻做嘢，唔好等。人嘅直覺係非常準確嘅，尤其係關於錢嘅直覺。如果你開始覺得唔對路，唔好說服自己係自己多心，係自己唔識大體，係自己唔夠信任。你要即刻行動。第一，停止任何追加資金；第二，立即聯絡律師；第三，聯絡其他股東，了解大家嘅感受；第四，開始整理同保存所有相關文件同通訊記錄。唔好等到完全確認係騙局先行動，因為到時可能已經太遲。覺得唔對路，已經係足夠嘅理由採取保護行動。第四部分，點樣幫身邊嘅人避免佢哋跌入陷阱？有時候最難嘅唔係保護自己，係眼白白睇住身邊嘅人走入陷阱，但係又唔知點樣開口講。如果你嘅朋友或者屋企人而家正在考慮一個可疑嘅投資，你可以點做？首先，唔好直接話呢個係騙局。因為咁講，對方嘅第一個反應係防禦，係覺得你睇唔起佢嘅判斷力，反效果嘅。正確嘅做法係問問題：你有冇問過退股機制係點㗎？你有冇揾律師睇過合約啊？你知唔知個項目嘅詳細財務狀況㗎？用問題引導佢自己去發現問題，比你直接話佢知有效好多。如果朋友已經係受害者，而且知道自己係受害者，你可以做嘅係聆聽，唔好批評。唔好話我一早就講過啦，呢個係世界上最冇用嘅一句說話，因為件事已經發生咗。你講呢句係傷口上撒鹽，唔係幫手。你可以做嘅係陪佢一齊揾律師，陪佢一齊去投訴，幫佢整理文件，提醒佢唔好再追加資金。有時候受害者最需要嘅唔係建議，係有人陪住佢面對呢一切。呢份清單唔係要你變成投資專家，係要你有足夠嘅工具保護自己同身邊嘅人。投資本身唔係壞事，係人生重要嘅一部分。我哋唔係叫你唔好投資，係叫你投資得更有智慧、更有保障。知識係最好嘅防騙工具，而你而家已經有咗呢份清單，記得好好用佢，保護自己，保護身邊嘅人。我哋由香港街道開始，而家又返香港街道，同樣嘅畫面，同樣嘅700萬人。返工、放工、食飯、瞓覺，但係你而家睇住呢個畫面，感覺係咪唔同咗少少？
因為你而家知道喺呢片平靜入邊，有人正在設計一個騙局，有人正在俾人慢慢溫水煮青蛙，有人今日做出嘅一個決定，可能係改變佢餘生嘅決定。你唔係旁觀者咁睇住呢個城市，係其中一個角色。今日呢條片我哋講咗好多嘢，講咗騙徒點樣揀目標，講咗佢哋用咩語言操控你，講咗5個籃嘅故事，講咗6大心理弱點，講咗香港獨有嘅文化陷阱，講咗8大警號，講咗如果你係受害者可以點做。但係所有嘢入邊最重要嘅係一句說話，騙徒唔係針對蠢人，係針對每一個有心理弱點嘅普通人。而有心理弱點嘅普通人係每一個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今日喺香港街頭行過嘅每一個人。所以唔好再話呢啲嘢唔會發生喺我身上，因為呢句話本身就係樂觀偏見。上一部分講過噶啦，你仲記唔記得每一個跌入騙局嘅人入去之前都係咁諗噶？佢哋唔係因為笨，係因為冇人教過佢哋呢啲嘢。而今日你已經知道咗，知道咗就唔同啦。知道咗你嘅腦入邊已經多咗一道防線，係其他人冇嘅。知道咗就係保護自己嘅第一步。但係今日最重要嘅唔係你一個人知道，係你將呢啲知識 share 出去。你 share 俾一個人，嗰個人再 share 俾另一個人，就好似漣漪咁，越嚟越大，越嚟越遠。騙徒嘅力量嚟自資訊不對等，佢哋知道你唔知道嘅嘢，所以佢哋可以操控你。當越嚟越多人知道呢啲嘢，騙徒嘅空間就越嚟越細。我哋唔可以令所有騙徒消失，但係我哋可以令佢哋越嚟越難行騙。呢個唔係一個人嘅事，係整個社會嘅事。仲記唔記得片頭嗰位婆婆？呢條片係為咗佢，係為咗所有辛苦咗幾十年，應該可以安享晚年，但係因為一個投資決定而失去一切嘅退休人士。佢哋唔係因為貪心，唔係因為蠢，係因為冇人教過佢哋呢啲嘢，係因為遇上咗識得利用人性弱點嘅人。如果今日呢條片可以令多一個婆婆、多一個伯伯、多一個市民避開一個陷阱，咁呢條片就值得啦。今日你睇咗呢條片，可能係你或者你身邊某個人避開一場災難嘅開始。所以記得將條片 share 出去，share 俾你爸爸媽媽，share 俾你啱啱退休嘅朋友，share 俾你個成日話想投資嘅同事，share 俾你覺得可能需要睇嘅任何人。唔需要加任何說話，淨係 share 已經係你今日可以為身邊人做嘅最有意義嘅一件事。最後有條問題想問下大家，睇完今條片，你諗起咗邊個人係你最想將條片 share 俾佢㗎？呢集係提防老千保住老本嘅第4集，亦都係最後一集。多謝你陪我睇到最後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幾好，想請我飲杯咖啡，掃呢個 QR code 或者撳留言置頂嘅鏈接，一杯咖啡就當俾我充返啲電，繼續拍落去。